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准时收看《福起來咧》，我是張玉權阿權妹。有看到我帶人在下面夢創嘅很多還蠻好，大家聽咗要好好補充自家嘅身體，要注意身體哦。今日節目當中阿權妹要同大家來分享一個，我知道。清好嘅一個消息，就係有一間頭牌嘅百貨公司，佢喺馬街世界起嘅，佢喺1934年，日本時代就來起嘅呀百貨公司，到今呀有90年差唔多按叫嘅時間呢，到下90年過後，佢要再過一擺重新開幕嘅，一間百貨公司頭牌按到新洲屋，一下按到或者新洲屋。其實按樣嘅重新開幕其實冇咁簡單。今日當然要來同大家來紹介，上來也一間新洲屋，相隔90年過後重新開幕以後，上來地都有乜嘅內容呢？細細嘅來分享，今日節目地都有請到嘅來賓來分享鳳梅文創嘅創辦人，香港執行長陳添順先生分享。大家好，我係鳳梅文創嘅執行長陳添順。同歡喜有呢個機會來為大家分享或者新洲屋嘅故事。好，分享執行長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哦。接下來分享新洲屋嘅主理人哦，佢係咩客家社會妹來分享沈婷如，分享婷如。大家好，我係沈婷如。同歡喜今日就嚟到客家電視台咧，我大家搭嘴鼓。哎呦，兩個客家都懂好，客家都懂好。同分享兩位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一下，或者新洲屋。其實頭個呀新洲屋，剛剛有講到佢，按照以前就已經起好嘅可能係差唔多係可能係阿公阿婆嘅樣式，70行嘅一間百貨公司，錯冇？係啊，執行長。係啊。喺差唔多90年前，新竹最鬧熱嘅位所喺度新竹嘅東門。東門市場嗰片。係東門市場。條前有一條街巷，叫做東前街。呢條街巷地度有東西行嘅從洋裝店，有衫褲有賣手錶嘅，也有傳堂。也有腳踏茶，家下腳踏茶係東西行嘅東西。哇！你啊，都你啊，街坊地度有一棟樓，4層樓嘅一間屋嘅。係。普通嘅商店係2層樓，用磚頭砌嘅。不過有一棟樓是喺新洲屋，佢家下是用父母來用鐵筋嘅砌起來4層樓嘅百貨公司。係親手啲新竹嘅片係親手安用嘅屋嘅，錯冇？係，家下新洲屋係新竹市最高嘅一棟建築，甚至係最高嘅，呢個樣式係最高嘅一間屋嘅。係，哇！嗰樣是喺新洲屋係一間東世貿，專門進口日本嘅東西，有日本嘅事物。有散戶，甚至有高爾夫球，就像一下台北信義區嘅感覺，係用嘅感覺嘛，係啊，所以一間新洲屋，其實係家下新竹族，家下新竹族，就是包含了從你啊係桃園、新竹、苗栗、安泰為所。這個區域，佢係第一間嘅百貨公司，就相當係台南人嘅林百貨一樣嘅，佢比林百貨ยัง慢1年開張添。所以其實當有歷史嘅一間百貨公司。唔過呀，這個整個很輝煌的故事，全部都停留到像這行中也嘅阿公阿婆嘅台人聽聽。係，差唔多阿爸介就時台。還有。佢報每本天二台嘅屋主，買了後，佢開始開台式嘅百貨公司。佢有都。日本式嘅百貨公司轉型變咗台灣式嘅百貨公司。不過到20年前，因為產業百貨公司慢慢也蕭條，變咗佢有太流嘅，台式嘅百貨公司也蕭條咧，商圈轉移，
該啲新造屋差唔多有20年，冇人都該要做生意，也冇人都該帶。啊，順豐嗰條商店嗰條限菜冇？也輕蕭條咧。哦。保梅該條街坊即專門要專賣金嘅位所。哇！所以一啲是都4年前，我變第3代嘅屋主，將開始來修復。係鳳梅文創老件買下來嘅。係。哇！所以講到佢青輝煌，再到佢慢慢有細細嘅沒落，都可能也台人像天如也台人，你有識談過新造屋也就所在冇？挑白沒談過哦，就是我回到就是新竹之後，然後才開始就是理解說，其實這個街區過去是非常的繁華的，然後在這些過程裡頭，其實我們就是從一個老房子，然後很破舊的老房子裡頭重新去找到，畢竟90年了，對，重新找到說它營運有哪些新的可能。所以很好奇，鳳梅文創其實係一類美學的品牌，然後底下有這個子品牌或者的品牌，有出了非常多或者書店啊，或者書食啊，甚至還有就是展演的場所啊。有一類這麼文學、這麼文創的一個品牌，怎麼會想要同老屋安樣結合做共行？係，原來嘅想法係講普通人對新竹嘅印象。有人都講新竹係科技城，大部分係電子公司啦，也係講半導體嘅公司都嗰邊。台灣矽谷，係印象係也科技城，係唔過也有人名聲，唔好聽嘅名聲，講到文化嘅沙漠，也係講美食沙漠，唱到只有科技沒有人文。其實新竹係北台灣最早開發嘅一個都市。基於東有名嘅廟啊，城隍廟、外媽祖、關帝廟，其實東有文化嘅位所。唔過冇人來介紹佢嘅歷史文化，係慢慢嘅人是唔知道，其實新竹有山有海有路上，所以我哋都是想講。差唔多6年前，係到外國進到台灣來咧，係是想愛留一條新竹當好嘅一條歷史文化，還有一條好食嘅東西介紹俾大家。哇，好棒哦！所以我樣有開始都書店開始，還有或者書店，或者書食餐廳，工藝櫥窗介紹手作工藝手作，還有咖啡民宿等等。一個想法是講，我留藝菜啲人啊，我感覺要或者要當沙皮，如果新竹旅行嘅人啊，就會當上網我來新竹。希望或者也去很多地方，這樣不要只有在新竹這樣。對，是按樣嘅想法，還是開始關注到其實有當多老屋，可以經歷過，係讓到經歷過後，到地波度嘅。有歷史嘅故事，老人講，還有留一條好搞好料嘅事情，變喺條老屋入邊度。嘅你安慰想，當然就想講，要不給張西餐料聽聽啊，我拆地老去做泰料啊，對不對？你也是我當初有蠻想我來去買下來一個緣分，是喺都幾順條，有一間咩差唔多7-8年嘅老屋，本建商買鐵，冇一個月。怪獸是落去是來拆鐵嘅，家下我看到都唔判得，咩當講講廿棟新造屋也不被拆鐵，家下是讓我朋友他們想講，我哋實實嚟去買下來，也唔會俾人拆鐵，是為咗讓開始讓有啲老屋老外嘅啲緣分。嗰個先買下來再講，先買下來保護好佢，保護也當老屋老建築，希望大家漢白嘅生意咧，漢早得看得到按傳統嘅屋嘅，算是古蹟等級了，歷史建築等級。對，所以先老佢買下來，但是還沒有想好，嗰樣是還蠻想好嘅種嘛計。家下還蠻想好，家下咩還蠻讀到天如，對，等到先買下來，開始有想法，讓有。讀到從天如基本來都台北做事情，
保美我第一讲其实要揾条路咧，大家杀抢地转来新竹，抢到新竹西阿妹嘅转到新竹来。聽如有想講上高講你會對台北轉到新竹安樣做什麼？ Q 白貓熊狗哦，因为那时候会觉得说，哎，新竹其实应该大部分都是科技产业，应该很少有这样子的，就是文化事业或者是艺术工作者可以工作的一个范畴。对，但那时候呢，就是因为我本来就是或者的客人，就很常去公益球场喝茶，书店也会去这样子。对，那后来觉得说，哎，这个或者新洲屋那时候。 只有一个3页的这个企划书，然后都是以这个食物，然后料理为主，就觉得非常的有趣，所以就因为这样子而回新竹。哇塞！刚上来哪里这个企划书不给看过，你杀进来。哇，所以就是这行中已经有一个对新洲屋的规划，所以想要老新洲屋变做亚下嘅用嘅。其實講嘅當度都係講新洲屋的歷史哦，還有當度亞下新洲屋嘅改變，我同大家來分享。先休息下，等下再個轉到轉來同大家來分享哦。 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，我係鍾永權阿權妹，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新洲屋也嘅1934年起嘅百貨公司哦，經過90年暗藏嘅時間，也還有重新再個開幕，同大家來見面，然後它的名字改成叫做或者新洲屋，因為有這個或者的品牌加入，把這個老屋來做一個翻新，所以我經常來問吼，要跟百貨公司的這行中買下來過後，你想要給它一個什麼樣的定位？畢竟也規個夜路啊，也係講規個城市嘅發展，可能也個素材唔係千老年嘅素材嘅，你想本件乜嘅用呢？好，家下我都想講新洲屋嘅位數，其實係都24層嘅棟廊，離東門市場，然後中央市場行路5分鐘是到嘞。市場對於一般人誒生活。 其實最重要是一個認識的文化，所以家下是想到講，新洲屋佢本來係時髦好客嘅精神，結合到然後市場來講認識文化，是做一下講認識文化嘅城市嘅學堂。哦，客廳學堂嘅概念。 對，希望大家來瞅了一下，有這個客廳的概念。嗰時候就會講到真正我來翻新這個老屋的過程啊，係唔係想聽如同大家來分享一下？其實這個翻新老屋，我們應該做得分2個層面，一個是整個建築主體的這個老屋修理的部分、修護的部分啊。第2個面向係低度漲新的東西，本給新的用誒。 聽如跟大家來分享一下這個過程，跟找團隊跟溝通，係唔係都辛苦？哦，都困難。因為他們在那個過去都是一個最時髦的素材，所以我們還是很希望說，哎，這個當代的時髦感是可以在或者經營的這個新洲屋裡頭，還是一樣是非常時髦。很難呢，對，因為它是這麼久以前的東西。對，所以在這個裡頭，我們找了2種不同的團隊，一種是舊的，好修舊如舊，就是在熊本老屋，我們就找他們，然後來把所有的外立面修完。所以現在大家可以看見的這個老房子，其實是跟1934年的這個老照片。 那個照片裡面的那個窗戶其實都是長得一樣的，欄杆也是嘛？對，
就基本上全部都会长得一模一样。你说的灯是这一颗？那2颗灯呢，在昨天12月25号平安夜的时候也把它装上去了。录影前一天，对，这么刚好。对，因为我看伊的样片应该是11年翕的样片，然后那个时候你有介绍，就说那个牛奶灯还没装上去，就是这2颗，它是差不多1种哎。是因为贴片难装，你还讲材料贴片难请，要隔这么久才装上去。因为我们后来一直到很后期，然后才去问到过去的这个屋主的这个亲戚，他家里头有那个灯，就是原本那一颗的这个形状，所以其实是我们后来请设计师拿了这个旧的灯，然后去复刻成一个新的，然后再把它放上去，这样。天哪，好用心哦！所以规个外观就是清细节的想要表现，其尽量是90年前的用诶，可能甚至它的建材啊、瓷砖啊那些，如果说剥落的怎么办？我们就是有请那个高雄的3合瓦窑，它就是烧了5到6种的颜色，然后去拼。因为90年的砖嘛，它有它自然的这个老化的这个颜色，现在的那个工法不管怎么样都很难呈现。对，那它其实就是用了5、6种颜色，然后去比对，就是他们就是用鹰架在那鹰架上面去对色，哇，然后把它拼回去这样。我好佩服你们哦！所以真的是把它修复成尽量跟里面的一样，对呀，原始的一样。那新的部分呢？新的部分就是我们找了，因为那时候我们就是很希望说，只是旧中有新，然后这个新必须要是跟这个旧融合在一起的，所以我们后来就找了应式设计，对这个团队，那他们曾经做过就是台北的这个 Simple 咖啡馆，那有被获选是全世界50大很棒的咖啡馆之一这样，然后我们很喜欢那个风格，它也是在这个老挑白诶。这个红砖墙里头，然后还保有现代的这个时髦感。对，那后来呢，这个应式设计找了这个日本的，从日本回来台湾的这个水色设计的这个公司。对，他们就是一个比较偏粗犷奔放诗意啊，一个是比较会做极简细节。所以现在在新洲屋的空间里头，应该可以同时看到这2个东西存在。古手 No Boy 看起来就是以前90年前的样子，不过行路去全部是一个崭新的面貌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像这样子的老屋翻新，像可能电视机头前有动动你屋卡可能都有老屋，有没有？家里可能有呀总比留下来给要老屋的，那种想要翻新的话，其实是有一些困难的地方。古手我们应该放弃偏离点，觉得有强用 V 对同大家来分享一下，要翻新老屋，觉得有什么地方是要特别注意的？对，我想到翻新老屋哦，不只是要对老屋硬体本身，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就是要对过去曾经生活在这个房子里面的人，也要有多一点的了解他们的故事，不管是家族的故事，或者是他们做生意的内容等等，人的情感其实是会让这个建筑会非常的加分，所以要做好它的历史调查、文物调查，才来做硬体的翻修。所以不要贸然的一下子就跳进去做硬体的这个整修。看不出来，我们执行长本来是科技人，既然对人文的事情这么有深入的了解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这个是很基本，你对老屋的整修要都研开始，让有稳土。有研的稳土，好，记起来哦。婷如呢，同大家来分享一下。我觉得又钱又时间又银。6000是说大概我们准备翻修的这个钱，其实预估的金额大概都会是2倍左右，其实都差不多。好惊人！对，不只是或者新洲屋，其他的老屋其实因为老屋有很多漏水啊，然后龟裂啊这些等等的问题。对，那第二个是入息感，就是它所耗费的这个时间，其实都会比我们所预期的还要更长。对，因为有些是你可能边打开，然后才边发现说这边也有这样的问题。对，但有时候是边打开说原来这边有铁轨。新洲屋里头就有一个铁轨。铁轨？对，在新洲屋的这个老房子里头，铁轨。他们以前就是用那个铁轨来做那个钢构的一部分，这样子。原来是这样子。
它要加强它的承载的重量。那因为以前的可能在90年前，技术啊，那或者是它的这个材料，它需要用更加强的方式来呈现。尤其新洲屋迄8公尺长的宽度，然后中间没有柱子。所以以前建筑工法不容易耶，是这样做得做出来。我们也是透过口述历史，去遥想到第一代屋主的摩尔，佢是把空意说的，哇塞，在封面跟他的技工，佢哋量伫尾度有铁筋，有那种个火车的铁轨，那保面外就真正去去挖到一张地讲，真正有应该觉得很惊喜吧？就真的有挖到这个东西，就说原来他的记忆是真实的。哇，所以你看大家对老屋的情感都很深刻。那上来老屋呀，它经过翻新之后，我们每一层楼的内容，我们请庭如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。我们从1楼开始。好，1楼是新洲选品，对不对？新洲选品我呢入选冻豆酒。哇，入酒走得卖，好流行哦。台湾就是台湾各个不同地方，就是北中南东基本上都有。所以这个酒，我们是用以台湾的酒来为主，对，在地的，对，然后再来就是又酱，酒同酱。酒跟酱，对，然后我们就取了一个谐音，就是酒酱风。那新洲清油名的酒酱风啊，对，所以1楼就是酒跟酱，对，那酱的部分是也是台湾起家的，台湾走那我们还有一个我们自己的这个酱料品牌，或者自己的品牌，来同大家分享一下，或者安酱。或者安酱，对，安酱是安酱，谁会安酱？安酱啊，也是你是的安心的酱料，叫安酱，安心的酱料，安心的酱料，然后也是安酱，谁会安酱？安酱，谐音。那我们这一款酱料主打的其实就是你打开来就可以直接吃对，所以其实叫做俺酱，这某个程度上是说，其实你可以透过使用这个酱料，让生活变得很精彩跟很漂亮。哇，所以这也是或者自己品牌底下出的这个酱料，我们泰家做的封偏深，然后又色到安心，色到空间，而且包装还很漂亮，超美的。有什么？你手上那个是什么口味？我手上这个就是客家味油封野姜花小卷，太时尚了吧？你是用油封的耶，油封是法式料理的做法然后是野姜花，对，野姜花是客庄很常用的，像这个野姜花粽，内湾那边走，对，野姜花粽，对。那执行长手上的给黑马给 Q 米，我这个也是油封，紫苏烟熏鸭，紫苏怪席也很客家，就是隔壁零沙味中诶，苗栗滚管诶，应该苗栗人啊，零沙懂都种怪席诶，也是怪席，阿本，好客家哦，对，我哋就迄都带到新竹嘛，尽量迄种安尼客家人会识得掠着食材来做掠定的酱料。然后安尼客家的保存式，来做掠定的酱料，介绍本人知道。而且做的这么漂亮。那庭如呢？那个是沙沙酱，我看到沙沙酱。对，这一款就是台西融合，好客西融合也可以。这个剥皮辣椒，它用的是新竹的红安堂，它是5代传承的100年老店，然后他们的剥皮辣椒，对，那让剥皮辣椒跟就是西式的沙沙酱把它混在一起。然后我自己之前有带他去露营，其实非常方便使用。对，也懂有啲嘅露营吼，故说看到呀或者品牌带下嘅东西，全部就做在啲或者新洲屋去亲得到、看得到，还有懂用爱同大家来分享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个再来。
又轉到福起來咧，我係鍾意權阿權妹，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一下，經過90年又整個開幕嘅這個或者新洲屋，家嘅外觀看起來真係還係同90年前同樣有這種古典雅致的風格，啊，唔過底度全部就改過嘅，韓國有當到想愛同大家分享嘅理念，剛剛這行中有講到想愛老雅城市客廳的概念變落去，本大家都底度有當到東西好食。故說剛剛就同大家來小嘅或者的這個安醬的3種醬料同大家分享。那除咗醬料以外，還有酒，因為我們說是1樓叫酒匠風嘛，對不對？那還有酒的部分，這個酒看起來就是一個 bling bling 的感覺，亮到會有點反光刺眼的感覺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這個伴手禮盒其實是新洲屋的團隊自己設計的，然後叫做點 zip。對，那大家如果有用那個電腦，就可以知道點 zip 是解壓縮檔哈，就是你檔案很大的時候，你會需要把它釋放掉。所以我們生活壓力很大的時候，也會需要把它釋放掉。要特別同電視機頭前跟阿姨阿婆講清楚哈，這個上面就是要叫你要放鬆的意思。對，對，所以裡頭就是有那個酒，台灣的酒1小瓶，然後4個小鋼杯，就是你可以分享。大家打遊戲的時候可以就是1人1杯這樣子，然後就把它喝下去，然後還有一套酒譜卡可以跟朋友一起玩。對，所以這個我們包裝就是很科技感啦，因為新竹很多工程師嘛，對，所以我們就是這個 Hello World 是寫程式語言的時候的第1行字。我想說，剛想說，難怪我看不懂，好像又不是英文，然後下面都寫好像真的是看不懂的字，是一種創意嗎？原來是程式語言，是新竹嘅 T-set 啦，對不對？台灣戲骨嘛，當然要放進去。這個元素咩感應到底度，故說就係上愛老呀，新竹韓國台灣青菜貼文化全部就勇敢到底標同大家來分享哦。故說我們剛才介紹了1樓，接下來還有2樓，它是一個餐酒館，嘿，2樓係餐燙，那這個餐廳呢，其實它是有用很多新竹的味覺融在裡頭，然後做西式的呈現手法，例如說這個北埔就是有賣很多泡菜啊，泡菜，對，這個泡菜就是客家人以前比較節省，然後就會把很多邊角料拿去炸，然後變成一個在地的特色。那像我們有幾道主餐的配菜，其實就有這個泡菜，對。好漂亮哦！我看到那個照片，有室內的空間，超美的。對，所以2樓都在設的東西，裡面都在裡面有酒。對，那酒也很特別，是我自己很喜歡，一個是福菜，我自己很喜歡喝福菜湯。真的假的？對，但是它是我們的 bartender 把福菜把它放在 Dirty Martini 上面，馬丁尼這一款酒，但是它上面用福菜乾，就是我們客家人很常吃的。福菜，然後把它燒成乾，然後變成酒上面的味覺。我覺得很有特色，但是內心真的是在努力的在拼湊到底那個味道是什麼。一定要來試試看，對，現場體驗。婷如剛剛講到眼睛都發亮了，真的很喜歡，真的很推薦本台嘎。然後接下來3樓的部分就是共創廚房，這個我很好奇，什麼叫共創廚房？哦，3樓係太極家做的鄉下類煮盤的一個廚房。那這邊其實就是我們會辦很多各式各樣的活動，我們會好適合我。對，然後還有一個很有趣的是，很歡迎大家來打遊戲，因為我們就是會辦這種揪團共煮，你可以找這個親朋好友，這個親戚朋友，然後或者是我們的這些姐妹淘們一起來這邊煮飯，然後新洲屋會幫大家代買食材，然後大家就可以在這裡頭吃飯聊天。所以，因為現在可能台港富貴可能都是小宅，有沒有？沒辦法買太大的房子，都是小宅。那黑講有一類時節，台港有喊都在氣中空，他可以一起聚會的話，其實可以約來這裡聚會耶。對，我自己非常期待，這個是我們就是明年1月中左右就是會推出的一個新的營運項目。哦，那我覺得這個其實是還沒推出，還沒推出，即將應該這個節目播出的時候就差不多要推出了。這樣子，對，那我自己覺得很期待是這個公司行號會覺得很有興趣，因為就是他們可能就是大家平常壓力真的很大，然後聚在一起的時候也是要聯誼一下感情，所以一起來煮飯。大概空間可以容納
加了多少人？现在应该10到16， 10到16，很精准，10到16个左右的人，太敢就都得先都要到收台。而且我刚刚看，这里面竟然在3楼有一个半月池，对，是头摆给屋主留下来的。嘿，第一代的屋主戴武师，对，那他非常的就是怡情养性，就是他自己有一个小书房。那我们或者其实都是以阅读起家嘛，所以每一个空间都有书。对，那我觉得其实也蛮符合这个客家人勤耕育读的这个精神。哇塞，好浪漫哦！哎，看那个半月池都第五堂头前啊，要讲 Hellboy 啊，我没有看过第3楼的呢，很特别。一摆开幕嗰下，有邀請佢第一代屋主嘅家族進來。哦。係佢第一代屋主嘅70每82歲老人家，到入去佢喺度半月池佢嘅書房入去，木屐是開始流咧，佢上到頭擺佢老夾把都喺半月池入去盪秋千。佢我講，後來我講，這就是我從阮阿爹以前伫咧遮咧可以泡的時陣。哇塞，這很強烈的記憶點，然後保留下來。大家如果來這個3樓的共創廚房就可以看到。然後4樓還有一個城市的露台。對，4樓這個露台其實以前是他們那個員工，我們現在的辦公室位置是他們以前員工就是洗澡的地方，浴室。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那個很多馬賽克磚，就是我們現在的辦公室地板，對，蠻有意思的。對，那現在是有3個小房子，那這3個小房子其實是我們在辦一個從日本來的展覽啦，對，連露台都可以辦展覽，就是對，然後它叫做 Japan 47面，就是日本的47個都道府縣的面，然後把它選進來。哇，所以其實你看，4層樓啊，按那個空間設計做得做咁多事情，韓國輕文創又輕有台灣的特色，古時有特色到某個程度，有特色到得來3枚安泰的獎啊！這個實創獎哎，第一擺看到獎盃原來這麼閃亮亮，因為它叫做料理界的奧斯卡，食物界的奧斯卡，對不對？今年我公司是為安尼學委會舉辦的浪漫台山縣藝術季策展，用安尼客家的事物來從保存學，用魯含潭的手法來保存事物，用因為了擺策展共同到客家事物的故事，用辦的保存的手法，得到有3處的獎。也對我公司發揚了客家事物也一種的肯定。真的，我看到那個得獎的名單，全部都是很厲害，對，所以我真的覺得很不容易，因為客家做出輕有特色的東西，做得100拿3抽。很不容易耶。那個上次我看到那個台三線，應該動到電視機頭前觀眾朋友都有看過。下擺2023年哈維維推出台三線有2竿銅獎誒，很漂亮的玻璃的這個醃製物，是就係你就做誒。係，該是按呢刺紅誒。啊。用安尼客種對背都有間嘅刺誒。對。而家用該嘅形式，設計起來，用玻璃來做。你擺是用做的魯含潭，也做的醃製物，就是不用在地背度。對，因為客家人清好魯含潭嘛，對不對？清歪啊，所以東西剛剛那個聽如講的泡菜咩黑啊，對不對？所以從按用個落霧起來以後，反省過後，唔但唱對可能對執行長，韓國對聽如設計，咪親有情感。我相信對主委嘅林莎應該都很有感覺。有談到林莎有沒有給一些回饋的嗎？遇到林莎，對我哋要做嘅事情親有感通，因為我哋解放本來係同啱一條解放，新聞落嚟，係人啊黑手落嚟，係我哋要開始開幕了以後，你點一打開來咧，人一動到後生人行落來，你就解放變到動腦嘅咧。哇！
故說大家就知道，無窮用哦，一條街路無窮用了。故說同大家來分享一件事情哦，大家做得再過去行了的，看看呐無窮用嘅新造物，唔過你頭前有數世紀哦，唔過一下佢就係完全全新嘅樣貌或者新造物同大家來分享。故說今日什麼這行子哦，咩什麼聽入來到節目當中，謝謝，謝謝，許夢玉。咩什麼電視機頭前觀眾朋友嘅時間休息一下，強下來做運動哦。節目好看冇啊？好看福氣來嘅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，記得攞影片分享出去，還個到福氣來嘅面書網站，還個訂閱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，還個影片啊，記得分享出去哦。